其实对这疫情大家拢会惊，所以入来市场的意向实在有真正有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足侪人拢无啥敢来这行动啦，因为拢惊受感染，所以有的是逼不得已伊的就会来买一买，就赶快回家。但是也是影响到大家都很少进来。甲在市场上是老人家甲种市场咱用这个Uber Eats其实对阮内底的通路啦外送平台，对阮的客户人员伊就知做无用。其实伊的对阮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啦。有这个Uber Eats进来帮助我们的销售。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现在有10几摊有参加，这2个礼拜，就受益很多，大家都很高兴。那有越来越多摊商想要参加？有，已经有好几个在那边排队，要准备要加入了。我们也看到在台南这边，在我们上线的第1周，就有超过比起其他的城市都有超过20%的订单，所以我们目前觉得台南的市场。跟台南的这个接受度、使用度都是非常乐观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Uber Eats 跟台南市除了虎尾寮以外，已经跟东菜市合作。那合作的这个成果是蛮不错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市民的数位化的接受度高。第二个，当然为了因应防疫的需求，大家很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购物。怎么样做最安全？线上最安全。安全的环境下购物以后，然后就能送到家里。因为大家平常使用外送平台已经使用得很习惯了。去年在3级警戒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台南便利送的一个成果在那边。我们并没有因为随着疫情改变，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持续推动台南便利送。因此呢，民众直接使用台南便利送，然后嫁接到这个 Uber Eats 就变成很习惯、很顺、没有违和感。因此呢，我们将来会逐步推动更多的台南市场菜市场，让大家能够线上购物，那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又能够享受最好的售后服务。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逛市场的活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4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议员伫议会大会发言，虽然享有言论免责权，不过议员蔡耀辉伫任审的时阵，因为讲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办募款一案，被党部主委认为讲白贼，要求道歉，若无要提告。上午蔡耀辉强调，为了捍卫伊的监督权利，伊已经先去提告。偏偏议员伫议会拢唔敢去讲话。议员蔡辉7月4号伫议事厅表达不满，因为6月30日，伊连审讲到有企业主向伊反映，被民进党市党部主委叫去食饭无看，无几啊亿意思。事后党部主委认为伊讲白贼，要求3天内道歉，也无将控告诽谤。议员强调，当天发言时间有限，讲无清楚，无指名，嘛无讲无看有贪污等等，等到被主委个互伊监督感觉惊吓。为了捍卫伊的言论自由，议员表示已经先提告。对此发言，议员罗坤豪嘛对咧不满赞声。市党部主委是啥？什么时阵无看？这我必须承认，时间上短，我无讲了完整。这点我必须声明，我讲了无，可是过了。咱民进党党部主委交执行长，个讲我说法，我咽不下这口气了吼。伊意思是，阮还要讲伊，个要叫阮要提告，叫我莫讲话，互阮这在野党寒蝉效应。我已经提告，我无回失的，因为我伫议会讲，我也袂讲伊的名，我是咧建议市长莫兼伤济尔，吼！我拜托咱法制主任说明一下，是啥物时阵伫议会讲话会用过？安尼，我较议会讲，我无讲，我足艰苦啊。有乌含出来，恁来去向媒体解说啊！
民意代表徛伫遮是替民众咧发言呢。你担唔担？这个要告，迄个要告，做恁来告啦，莫伫遐放话啦。这是个执政党，惊人监督。讲到恁徛的所在，就是要告，拢免放话，拢做你来告。对此，民进党启动部主委潘新川嘛发表声明，适合已经委请律师到法院正式控告议员蔡英辉，一切交予司法认定，真理才当愈辩愈明。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光采访报道。针对台南市华来糖厂影视基地再次得到中央的补助，伫上午议会定期会审查，议员质疑为2018年到今已经开卖3.3亿，却看无任何的观光效应。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该基地伫无拍片的时间，会评估开放旅游团去参观。议会第7届定期会第3读会议程当中，因为华来影视基地发展计划得到文化部补助8600多万，加上市府自筹款总共1亿2000多万，刷新通过店户款，嘛引起侪议员关心。其中议员蔡友辉的质疑，干对大城地区的观光效益，加上对2018年到今年的补助，加已经开卖3亿3000多万，所以希望市府会当提出参观的计划，带动人潮。即马要搁开一个2300万，拢总3亿6000万，咱市政府出的我袂少，到底伫遐是拍几张片啊？我若要甲你讨2万3万个人，安尼讨无啥有，安尼足艰苦。啊，投资遐济，毋是讲阮无来啦，到底到今是拍几张片啦？你嘛讲我批判看。根源报告哈，就讲现在就好，现在就有3个剧组在那边要拍。啊，个无人毋知影讲会当去参观，会当去参观没啦？袂使啦哦。因为现场拍片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啦，加上我们整个有带动观光无啦？你讲我听看卖下嘛？有带动无啦？我想现在了哈，现在还是以拍片为主。那接下来的这些中央补助的预算，台南市还是带伫拢个市内，阮遐拢无带。有啊，新娘嘛。啊，无你嘛起行李写讲内底会当带，大家咧参观。我无感觉讲遐对阮有帮助。蔡议员，我甲你报告啦，拍片的时候以拍片为主啊，非拍片期间我们考虑有开放一些旅游团来参观。大家争取经费没有意见，但没有必要去攻击一个地方。我们那边非常多在拍片的过程，像我们那时候《熟女养成记》带动我们金寮的发展，斯卡罗带动盐水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期待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就我所知道，公视前一阵子他们住在军馆，新营的民权路上。其实这些规划文化局应该也都知道，希望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些回应。那另外我们在针对案子里面在这边提点一下，就是我们排水的工程里面，希望我们整个糖厂的部分，希望可以把它处理到好。我想这个局长应该有跟我们的同仁跟我们会看过，这边在以上做一点注意，谢谢。文化局表示，为伫台南咸水的华来影视基地是台湾第一座由中央甲地方合作发展，所以备受重视。嘛希望成为南台湾专业的影视基地。不过，议员普遍认为，既然有投资的拍片，应该让民众有机会参观，得到宣传，成为观光打卡的热点。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要让老师会当进步成长，由基层教师自主发起的孟德恩次方多元工作坊，在台南二中停场，吸引800多位高中生教师参加。教育部长潘文忠甲市长黄伟哲特别到现场，勉励教师在教育路上会当持续做梦。我们的孟德恩次方在台南。孟德恩次方教师演习营系列伫台南二中登场，活动吸引800多位高中小老师参与，将进行2天强备演习。了后，让老师早登去学校实践教学，引领学生提升学习成效。市长黄伟哲表示，也是因为第一线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单位热诚，台南市才会当伫打造清善学习环境的路上继续向前。那希望说，在这个自发性的能够自己互动，然后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为了教育而努力，而能够激荡出更多的火花，激荡出更多的想法，激荡出
教育未来的这个百年大计能够做得更好。教育部长汤文忠也特别出席活动，并表示，这几天因为梦的N次方实践者参与，除了扩大教学层面，也强化了多元管道的呈现。那在地方政府、教育局处的全力支持之下，其实大家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哦。那教育部也跟地方政府经常的在互动，也希望能够有最好的资源能够提供到我们现场的老师哦。那加上这3年也是108课纲上路非常具挑战性的时间哦，所以我们共同齐声把这样的重大任务在最这个不确定最有挑战的环境之下，我们共同走过。工作坊强调自主、在地、扶持、永续，透过讨论交流解决教学问题，了解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成就，达成自发、互动、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协助将新课纲的理念转化为可行的教学和评量方式，不但促进了教学教师的共同成长，也激发了老师的学习动机和热情。台南新闻张秀维、杨顺怀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农业局所主办的2022台南国际山野节，7月2號伫走馬拉農場，由市長黃偉綽主持開幕式，包括農委會農糧署長吳忠義、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峰等濟貴賓，攏參加，做回向全國的民眾來推薦台南又一個山野。台南已經是全國上大的山野產區，雖然今年產量無往年的多，不過市長黃偉綽強調，只要大家想要吃，一定幫大家準備。所以市府持續辦行銷活動，傳達民眾對山野的產區走透透，嘛來提升農民收入。2號上午佇玉井走馬拉農場，黃市長嘛親自主持台南國際山野節的開幕式，包括農糧署長吳忠義、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峰等當面級貴賓攏到場，邀請民眾來台南食上鮮上甜的山野。外销事实上多亏了我们农粮署还有外贸协会努力的帮忙，让我们台南的芒果的通路能够打开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也让知影呢，台南芒果原来这么好吃，这么美味这么好吃。那我们看到今年也打开纽西兰的通路销售了1万多公斤，希望将来澳洲的通路，澳洲纽西兰隔壁通路也可以打开。我们吃纽西兰的奇异果，他们吃我们芒果刚刚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两国交流也是两国交流。台南國際山野節登場，拄好拄到各界議論澳門暫停台灣山野進口一事，對處農糧署長甲外貿協會攏認為，咱的山野外銷無受中國的打壓，而是經積極拍開日本、韓國甲紐西蘭等外銷通路。今年呢，1182公噸裡面香港佔54%，1114。第二個是日本，日本是394公噸，佔21%。第三個是韓國，374公噸。中國呢，到昨天50公噸，降38兩。所以從去年29%降到今年5%，大概5年就有中國驚掉了。外貿協會會繼續跟台南市政府跟農委會一起合作，把我們台南最優秀的芒果行銷出去，讓它變成我們的台南之光、台灣之光。開幕頭一天，民眾購票入場，除了有山野串冰通對話，也閣有山野甜點的動手做等趣味體驗，甲參觀遊戲，加上小農的市集單位以及精彩烏克蘭特技表演，內容相當的精彩，民眾攏講來這抓真有價值。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咱先休困一下，馬上轉來新聞現場。府
府城市人境普济殿举办3档一颗平安誓景，为知府千岁圣诞系列活动揭开序幕。这届誓景较特别的是，20档来无出门的好爷公也有出巡，所以庙方阁特别准备好爷吃袍仪式，象征愈早愈旺。农历6月18是威灵王知府千岁圣诞，也是府城市人境普济殿每3档一颗的平安誓景。由主神知府千岁出轿，配合驾前家将，甲占卜纸顶顶头，顺势合境保佑境内居民平安。活动一直到暗时9点，神轿陆续入庙。威灵王知府千岁圣诞天秋期，3档一颗的迄种平安绕境，就今仔透早7点3炮启动了，就我当入来到本庙安坐，然后了后咱开始等下哦6月初6。咱普济殿有开工纪念日，等下有咱的小法事后完了后，开有有开工15尊的升佛。这次誓景较特别，就是20档无出门的好爷公，伫这次冇出巡。加上目前是好爷圣诞祝寿期间，庙方特别准备鞭炮，进行好爷接炮仪式。另外，12部节嘛伫现场提供收件，真侪家长带着囡仔提前来到庙埕排队等待。咱的好爷吼，真灵感，伊对囡仔的防黄疸，个伊的种种拢是最好，对伊来讲是好爷讲真有灵感，因为咱囡仔的黄疸吼，用伊的金钱来洗肠，就是有法度能改善。然后咱今仔食炮啊，又看好爷讲爱食炮，所以今仔这少年这地主，大家拢爱出钱搁出力，食我炮啊，今仔日活动后。平安顺遂。普济殿是台湾上早王爷庙，建庙超过350档，也保留了真侪传统的习俗。知府王爷圣诞骑丁歌嘛是其中的一项。活动将伫咧今年7月13进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确保6岁学童伫个暑假期间，袂因为无学校的营养午餐堂食来摇巴肚。台南市社会局今年持续举办爱心餐食补给站的计划，实施的头一天，市长黄伟哲嘛到超商亲身陪同6岁学生来兑换餐点。为了减轻弱势家庭负担，伫迄日头一天，台南市结合社会资源所推动的爱心餐食补给站，嘛开始提供学生来领。市长会贴专工来超商陪小朋友使用爱心餐券来兑换。会长也提家己钱请客，互小朋友欢喜家，主要因备面包、牛奶加饭团来响应。谢谢哈，我们许多爱心团体一起来赞助111年2022年暑期爱心30券的活动。那感谢4大超商的协助哈，感谢嘉南农田水利会还有吴尊贤文教基金会他们的赞助，今年总共赞助305万，来协助我们的边缘户的孩子，然后他们的暑期爱心餐食券，那总共帮助了1019位同学，那发放了42000多张的爱心餐食券，那4大超商也协助他们加值10%哈，所以说这个60块的爱心餐食券可以买到66块的东西，所以可以说对于弱势家庭他们有一个相当大的帮助。那今年的暑期有42天。所以每个弱势家庭的孩子都可以一天可以用1张，所以总共42张的爱心餐食券。那另外的部分当然可能还要许多的弱势者，就是说这个部分的爱心餐食券是挹注性质的，是补助性质的，是帮助性质的。那所以希望说他们的这个暑假能够家长的负担能够轻一点能够让孩子在爱心中度过快乐的暑假。社局表示，今年暑假期间，台南市发送42000多张餐券，总共有1019名弱势家庭囡仔受到帮助。其实，该计划对2016年就开始推动，并且60块的餐券会当兑换到66块。市府提醒4间超商拢会当兑换，持续使用到8月29过期，特别当来领。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出现伫市集甲街头巷尾打车，近年来愈来愈盛行，嘛成为青年创业的热门选择。其中有一寡打车是非常有特色的，
下面要为大家介绍一间加两个的单车。头家不但对细节非常的坚持，而且口味也非常有创意。小小的木质摊车上，老板在火烫的模具里利落地倒入面糊以及浓稠的馅料，接着边不断翻转模具，边仔细地注意温度。没过多久，这家店的卡士达鸡蛋糕就出炉了。不同于一般现成材料，卡士达内馅全由老板当日手工制作，加入2倍的鸡蛋与牛奶，用非比寻常的浓郁，受到顾客的青睐。营业到目前为止，下个月就是满4周年。那我这边一直以来卖最好的口味就是牛奶卡士达。那牛奶卡士达本身也是自己手做的。而且我的牛奶会是外面的 double 的2倍浓，而且跟你外面吃到的卡士达绝对是不一样的，会蛮好吃的。而除了固定菜单，这间摊车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周推出的限定口味，有什么创意都看老板当周的心情与喜好。这次的阿华田奶酥就在配方里加入咸奶油，调和原本过重的甜味。有趣的是，口感还会随时间产生变化。最近的期间限定都会是比较奶酥类的东西，因为最近蛮爱上奶酥，还蛮好吃的。那今天的奶酥呢是阿华田奶酥，然后阿华田奶酥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烤起来的时候，其实阿华田它是水水的，可能有一点稠稠的。可是当你鸡蛋糕放冷的时候，阿华田奶酥它会变硬的，所以那时候你吃起来的鸡蛋糕会变得很脆、很好吃，而且还很香。转行开摊车到现在将满4周年，从原本玩票到现在作为正职，会选择这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原本是系统工程师的老板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一辈子就是一直在为别人工作，想说帮自己努力看看，所以才创业，然后也是找了一个自己最喜欢吃的鸡蛋糕，然后其实也有想过开店面，可是开店面说真的砸下去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想说就是从一般的3轮车做起，而且高雄大概在2年多前就开始有人在做3轮车、3车，那算是一个小资族的微型创业。实木摊车上这些充满风格的摆设，从用自家宠物形象设计的鸡蛋糕模具，到最不起眼的木签或便利纸袋，每一部分都能看到老板对于特色的坚持，也因此才能在一片摊车海中走出自己的路。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4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